请了。你为他人，要女家头再生，马上有礼。快接风酒，接风酒。将军杀生而死，平口酒壶，这是令人敬畏。是啊，是啊，刘元沙有此奇遇，真是好荣耀，好威风啊！弟弟，那边百姓蜂拥而来，不知为了什么？女将军，这一里征兵开退，名扬天下，故而他们都要来见见女将军啊！哦，既算是此，趁着他们来看看，也得何妨呢？是啊，不可。我朝女中一傲，为敌一人，既规必败，只能轻易压制西外府所之过客。上面见驾去马。是众将官令拜来敬城。秦氏必归法子啊，但见那神采神配老悬娘，清气早中陈必呀，秦氏必归跨归上。别怪，我们怕鬼嘛！别怪，帮帮我，可以吧？哦，请问老大，这样你呢？为了什么？这可女将军啊！这可女将军，女将军是谁？与外老丈相告。喏，女将军名叫刘经理，刘天华是他老母亲，平克奸污为朝来，惊动了满城老百姓。女将军好看不好看呀？我也没有看到过啊！那这个相公快去捆绑，讲给我们听听吧！来，快把人。大明嘉靖皇帝为御妹秦国公子刘景仪。哦，女将军是御妹娘娘了，御出正是在东岳庙求神保佑，曾许下宏愿，今得胜归来，特献本月15，谢人疗虐。从今天起，请假3天，疗虐之日停止一朝，凡入京之子，不能军民承登，一律不准偷看女妹。哎，又是不准看啊！事有不为，年老在我去上路，不配从军。哎呦，年轻人做公在啊，年轻在立长。好了，不吃饭活不了，不可御妹娘娘又不为死了。晚日去做商业去。御妹娘娘看不到，还是回去看自家妹妹去。真是少有的奇事啊！倾国英雄女将军，从古到今日
人。太仆从军花木兰，血尊沙场12城。魔鬼引大破天门城，万年挂帅又出征。两月来过太金兵，盘古千秋刘美名。想不到我朝中有才，刘经理并口救我好本领，好本领好为民，待闻其名必见人，闻其名必见人。现在夫人千不累，我朝拆了女将军，为什么也是闻名难见谁？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偏偏不曾人家看呢？相公，到了烧香那天，你带我们一起去看。去看，也想过去杀头啊？杀头啊？是我家相公的头啊！我家相公乃是五部长史冯来上的儿子，谁公配我家相公一个外貌？喏，凡三出的王帮，官家之子也要杀头的。相公，你到底敢不敢去看？相公，你不怕杀头？怕？人人都是不能看，我偏要去看，看这女将军。请不的贵，他陪我来呀！请娘娘上香。晨晨啊，多梦晨晨为灵光，保佑我平口救子女上。今日特来进香桌，但愿得关公用地定家法。儿子听香到堂堂，愿母为兄王做日堂，富国丰登民安乐，四海升平永增强。凡事清香必为平。娘娘，我来替你做讲了吧。只为终生是一桩，但愿人生看红字，张娘娘写上一个是一郎。巧立绝版。启禀娘娘。
年轻男子绑出去斩了。是。哎呀娘娘，小民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刀下留人。启禀娘娘，那个年轻男子可喊冤枉，其中必有缘故。我是将他带上坟上一问，以免错在好人。将他带上来，带上见娘娘。是。娘娘得当表明冤枉啊！走，连找阿贵。是。哀家要斩你，你可曾冤枉为了什么？不知娘娘要在小民为了什么？外望娘娘讲明，小民死而不冤啊！你躲在神龛之上偷看哀家，难道是斩你不得？哎呀娘娘，小民并非来偷看娘娘的，外望娘娘大不是得杀我一命，愿娘娘不得秘密自身门道。嘿，满口无言，满口无言。啊娘娘，小民并非无言，我实在是吓昏了呀！你既然不是前来偷看哀家，那为什么要躲在神龛之上？请娘娘息怒，用小民讲来。讲。是。小民本是乡下人。嘿，本你既然不是来偷看娘娘，那为什么要躲在神龛之上？谁要你讲什么城里人、乡下人？有没听他讲下去？是啊，这位姐姐说的对啊，我要慢慢地从上面讲下去啊。讲。小民本是乡下人，家在哪里？家住在大门外，哈里乌噜，哈大桥旁，哈大城。什么哈里哈大？他是在哈大门外，哈大城。名谁？小民名叫张小儿，自今上面去不提。谁要你带什么身世？此位老娘虽聪明，那谁在听一声快啊？我一人听一声，不料呀并不轻，本听得东岳大帝之灵神，忽日我归京城，举人保佑我娘亲。恰女娘娘奉驾到，我要出门已不能，且待我心胆惊。门内我在神龛之上，才长睡。在地之前早已高官王放，难道你还不知？分明是一耙无业。娘娘有所不知，小民家道平安，我从来都不说啊。难道你耳朵也聋了吗？难道没有听人家讲过吗？我是听人家讲过的，不过人家讲的不是这一些呀。人家怎么讲？小民不管讲。讲。小民告退了。我一人听得不老讲，这娘娘是平客救我为名扬，冲锋一阵才归到，倾国英雄神敬仰，军中有多少女儿婚啊，都是娘娘手下讲，昔日里我应江州前不及，今日里恰怕小民来看娘娘。看你分明是有头公公一位巧艺当身，娘娘还是把他绑出去看了。哎呀，娘娘啊！杀了小民不要紧，可怜我有8人3岁老娘亲，爸爸常常病倒倒，苦苦伶仃苦人中好伤心。我娘啥子我身亡，应在是平常家贫，西上家少，后上家有苦草之根，有师傅生定聪明，外
来往娘娘有事拜娘，我老娘在问几层张小儿，姑年年老母贫从，夫人侍奉，虽少你不是。张小儿，你快快回吃吧。哦，是。娘娘有所不知，外面御林军密布，消灭出去真是难保性命啊！巧莲，吩咐御林军两张小儿同营，不得阻拦。是，外面御林军听他，娘娘有令两张小儿出去，不得阻拦。是，张小儿，你快回去吧。是。哎呀，我曾经没有看到娘娘啊！这。娘娘不在，消灭敌人，可见大恩。要是为得家去，我娘问起情由，定要责骂于我。娘娘不说你为什么不谢谢大恩？这样岂必让得老娘气恼一场，与贫不利。不如小民再要回来，保证娘娘不占小民之恩。倒是个自听他理的小子。放了。张小儿可见娘娘不占之恩，愿娘娘百年富贵。罢了。张小儿再谢娘娘不占之恩，愿娘娘岁岁平安。罢了。张小儿再谢娘娘不占之恩，愿娘娘呀呸！自尊好他的呆吧！娘娘，你下一杯，我们晚子为夫吃吧。拜驾为夫。是。拜驾为夫。是。弟弟，女儿喜从何来呀？万岁年我儿平反于公，今日早上私下这赏脸报禀。公上也得好报禀。儿啊，万岁言道，但等明年科举，此必修是我儿定品之物。弟弟。儿啊，
今日4更时分就启程玉庙，到这时候才回来，真是辛苦你了。只要国泰民安，女儿辛苦一些，又待何方嘛？王爷千岁，娘娘去年想不到早一好回来了，偏偏在庙中看见了。看见了什么？儿啊，看见了什么？神龛之上多着一声。啊！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什么？儿啊，是男的是女的呀？是男的。是年轻的是年老的？年轻的。你可能见到他？见到的呀。他可能见到你？当然看见的了。儿啊，应到那这种光度，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放下我心头之恨。弟弟，女儿已把他放走了。这为什么？弟弟永庇，他是一个乡下人。乡下人难道就赞他不得？只因他老娘孙聪明，听义佛呀见不要，才到庙中去成婚。他是一个小桃子，怪我饶了他的命。儿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正是女儿的不是。岂不闻王法乃是，国法乃用，你不该轻易地将他放了啊！弟弟，岂不闻终身孝子，深深得而敬之，总算腐败裂掉，也给坤死3分。儿啊，万岁女婢应了掉，张天王法万民孝，他错犯王法自欺骗，问他孝道不孝道？你是王府女妹，贵婢吧？这男子轻易接人借用阿毛，那是沸沸扬扬算出去，把王家正业一担负。儿的脸上扫光彩，为父也要被成孝。原来弟弟是为了这事。哎，这不单是为了我，为我为的是你呀！为人才是好生命，今日期末无落雨，常言道是真是鬼，曾经阿从是亲是贱真可亲，必是回复杜老头，女儿的做事他真心。巧丽牛妹，娘娘上楼去吧。是，苏娘娘，牛妹，王爷，那副年轻下民，新的名字。王爷，朕已经走远了，还要问他做什么呀？听我讲。他叫张小儿，家是哪里？是在什么哈里哈达？什么哈里哈达？哦，哈达门娃，哈里糊涂，哈达城。什么？哈达门娃，哈里糊涂，哈达城。好，下去。这个刁民只可也给魏家了，加油！有。王爷，他打4名教尉去到哈达门娃，哈拉糊涂，去到五里糊涂，不对，哦，去到哈达门娃，哈里糊涂，哈达城，把刁民张小儿砸了见我。是。哦，张小儿，你把老夫搞得五里糊涂，老夫也要你死得五里糊涂。
不思念，心思把人情，害得难老根，恐怕相思天落。娘娘审问地道一定是有病了，待我快去报与王爷知道。有梅，无里无多的又去禀告王爷了，真是。父亲早有主张，才绝不轻易把情泪，是非身上亲为美，愿一个文中上愿无中亏。王爷娘娘病了啊！有没带路？有没先来一声话？真何必不能睡当对觉？急得我上山人治病，急得我的魂怕响。女，哎呀儿啊，你病了啊！你儿没有病啊？可你用眼交代，人是光辉，真是无病啊！郭医生来了呀！他有情。哎呀，弟弟！儿啊，有病真的不肯，看一看啊！有请郭医生。很很。娘，有医生叩见王爷。哎，你怎么与本王安骑马来了？请问王爷府上是何人真有贵呀？娘娘千岁有病。哦，原来是娘娘千岁奉天不爱，只是待小医生与娘娘千岁为嘛。啊，要问姐姐，哎，啊，
王姨夫，请把这红儿先系在娘娘奉手的马蹄子上。哎，要做红玉罗，做红玉罗啊！知道了。小心一些啊，先生，你娘娘千岁看病要谨慎小心才是啊。请王爷千岁放心，就是与娘娘千岁看病，就是与平民百姓看病嘛。小医生一当矫情脑子，必尽心思。不管大病化小，小病化无，哪怕是病危万分，小医生也能叫他尊为为恩，去死为生。你要太巧得正，千万不能乱下定论。是。哎呀，巧丽，我实在不平啊！娘娘，有病立方要看，看吧，看吧。王医生，洗好了。先生，娘娘生什么病啊？这种病啊，是假嘛？必假。是金必金啊！哎呀，王爷千岁，小医生引医数十年，这种病啊还是头回见。小医生才乃下多病精，临清高明，临清高明。哎呀，先生，娘娘千岁乃是王封玉美，好在万岁江山下来，这还了得？大王先生再看上一看，咱能医得娘娘病愈，老夫当罪名伸张，从容放肆于你。是遵命。哎呀，王爷千岁，不好了啊！什么？娘娘千岁没心情啊！娘，弟弟，哎呀，不对呀！方才先生言道，我儿治病私下非家，事情必尽。仔细见他，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发笑。哎呀，莫非真的得了疯病了啊？疯病？对了，一定要坐在神坛之上的那个张小柔下流有些吓我了啊！哎呀，王爷快想个办法呀！我心儿是嘛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哎呀，那怎么办呢？对了，待我进宫立刻命令万岁知道病了。王爷！哎呀，老夫去完了，王爷完了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真是一会儿闹，一会儿笑，什么是金必金，是假必假，这究竟是什么病呢？石头玉梅病得一样是疯子。
黄金7两，下个还有嘞。俺家一条不得比中上，年龄相仿作为东厂。是真的吗？我的黄光岂会说谎啊？冯家金啊，冯家金，要是你有年前也能同意他，那有多好！是风是雨，必想必经；是风是雨，必想必经。那月娘娘的名声好贵呀！贵。哦，我们的快到南对相思黑，到那里领班那一生人比，有妙一见心相印，同病相邻情跟随。当遇到生病只要心呀硬，家里外兄是灵魂。别怪，这样一来啊，我家相公可以安心地读书了。我看那玉梅娘娘还是死的好，还是死的好。那怎么好让他死呢？那怎么好让他死呢？别怪，你随我到刘王府同去吧。刘王府，相公，我这就电话了，我还不好追你，就电话了。好，那么你有快些说吧。其实，你随我同去，你先进我梅堂一马回来。相公，千万别死不得，与我梅堂一马回来。你走。请问先生真姓大名？万生姓许超子金家，许金家，许先生。不分道。请问先生是从何名义门下？小姨是家尊，我已是第9代了。我已是第9代了啊！王爷啊，万生本是一家儿，只得因一气里面，就是从来不要辛苦，康孝成龙奔草间，内外儿不苦哎，生于太奴样样精，四方用呀情义理，为三个单爱民地，愿无因一数年，把名为成银年里，你是万生跨海开呀，高于华东比本领，昨日来到京都的本听得玉梅娘娘并不起，昨日她带来接帮员为王爷要避内。真是人不能开妄想，海水不可斗量。先生是当代名医，失敬啊！不管当。先生，咱能以得我儿评语，老夫当罪名伸张，帮你在朝为国。多么王爷待举，只是小爷必为求官而来呀。哪里为我而来呀？那请小爷一点比例，能使玉梅娘娘奉养少日前遇，小爷自愿可罪了。哎呀，先生真是清高得很嘛！佳玉，快别去与先生接风。且慢，王爷，酒能可言，这病不能无啊！呀！先生虽说年轻，总是道很惊喜，真不愧是9代祖宗的老一家呢。他是谁呀？这是陈生童儿，快来见过王爷。是，拜见王爷。佳玉，陪先生的童儿去永固去吧。是。
小莲，见过王爷。罢了，这位来替娘娘看病的旧代读书的徐先生，快快上前见过。是，见过徐先生。这位姐姐罢了。小莲，上了禀报娘娘，是本王立即带动先生同上宫楼。是。后面走呀。方才看到徐先生不与巧莲吃米饼，容貌好像张小儿十尺瓦来一般人。张小儿自想明徐先生是医生，医生怎会变相明？相明怎会变医生？这桩子几十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啊！再想想我家娘娘刘金亭，也是叫我好你病。自从念想为夫儿，有病无病难分明。他是说他生有病，因着气居是长疼；他是说他生无病，他又是神思恍惚，心影不宁。梦中常唤张小儿，我看内中有原因，莫不是在庙中见了他，心有所思难出声。徐先生坐等分，娘娘何时能开心？只要他两人见了面，我就可以自证明。恭喜娘娘，恭喜娘娘！小莲，我有什么喜事啊？娘娘，自从挂了早一王榜，一连数天必有医生前来接榜。今有一位徐先生来了，岂不是一件大喜事？哎呀，巧莲，我实在不平啊！你快去禀告王爷，不必请医生前来。徐先生，请啊，请啊！天时两夜接王榜，父儿平爹有指望。他带我到公楼上，西边要是从我领上，带我相过太平间，单身上路为红妆。徐先生，前面已是公楼了。王爷稍待片刻，先生何事裴啊？小爷他下写字。他写着人呐。啊，王爷，娘娘有病，凤体定然虚长，春歇登楼，家不沉重，定要整顿楼板，惊动娘娘的凤体。凤体惊动，马跳就要失常，这样一来啊，就难整顿平理了。哦，哎呀呀呀，先生，你真不愧是一个老医家呐。王爷且慢，先生又有何事啊？王爷有先见之明，我用小爷养的呀。本王倒也是想不起来，恐麻烦王爷。但讲无妨。小爷高才，
王爷这当村的高须嘛。哦，要本王脱须上楼啊！可王爷有什关系呀？这倒不妨啊！可王爷有什关系呀？哎呀，不过先生说，老夫穿官高须，脱了须子就不会走了啊！这个小爷也知啊，这是要是不脱须登楼嘛，只恐与娘娘指定不离。哎呀，这真是势在两难，还是请王爷听的。好，那就请先生一人上楼，本王在前厅设宴等候。小爷遵命。啊，王爷，小爷一人登楼，这是的嘛？是的。哎呀，这怎么是的？呢？是的。还是请王爷一同上楼的好，请王爷一同上楼的好。先生一人上楼吧，这怎么可以？宋王爷。为令下令败我，一切面子也平当。今个头官把二官操，大大大日把公律上。娘娘，王爷和石先生一同上楼来了。又来麻烦了。宁亲王爷。乔莲姐，石先生，你怎么一人上楼啊？王爷脱了高须，不会走路，故而他命我一人来的呀。石先生，你怎么脱鞋登楼啊？乔莲姐，你有所不知，穿鞋登楼脚步沉重，定要震动楼板，惊动娘娘的凤体，马跳球要失常。这样一来啊，就难以争得娘娘牵手的便利了。故而我要脱鞋登楼啊！石先生果然与众不同。请拿来呀！什么红了线呀？什么红了线啊？耶，你做医生的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倒要请教。你听吧，两根丝线落雨红，官家一声咕咕咚，你是九代家传的名医生，难道非千变万马都不懂？乔莲姐，难道许多名医来与娘娘看病，都是千变万马的吗？是啊。怪不得难得娘娘治病了。此话怎讲？看你是个聪明人，难道此事为龙不起？小小两根红路线，爱马真为爱得真，这都是容易不能评价，难怪娘娘评不起。这千线马起笔不出，那是东彩先动，乱板震动，这样怎能端正其平？我们徐家是从来不有这无人之计，绝对相传就是平手而马，端平之神，不能压倒平时啊！对，徐先生果然是个高明的医生，没有一点小本领，还个谁来去报？乔莲姐，还是请娘娘平手而马的好啊！只怕娘娘不肯依允，你只要表明我的来意呀！猜，看病我有什么来意？那来意真诚啊！好，我去试试看。娘娘，徐先生说，千线二马难以诊断病因，需要平手二马，请娘娘听的。
难道你不知这里是宫楼吗？娘娘，你当年徐先生来与你看病的来意真诚啊！看病哪有什么真诚不真诚的？娘娘，他比别人医药通，经费精神他不同，穿鞋登楼家不同，比通楼板要震动，精通红体心бой，爱马难断凭吉凶。为了要是娘娘病，他今在特写才走，轻轻走在繁华宫。你是一个女英雄，整条海口立他功，军营男子上我之后之一生心房中。娘娘，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让徐先生诊断你的病因，困困吧，困困吧，困吧，困吧。徐先生，娘娘她不肯啊，此次。那，小姐有理了。你来与我家娘娘看病，应当谢你，怎么反而谢起我来了呢？娘娘是能病女，小姨自愿可在，岂能不谢姐姐呀？此次请吧，请。娘娘在上，小姨徐进家拜见，有娘娘奉养早日前遇。徐先生，请来鞍马吧。徐先生，徐先生，徐先生，娘娘到底是什么病啊？娘娘的奉养有4、5天了吧？是啊。娘娘时常头昏目眩吧？后中官上不官上，是不是冷是热，但又冷意不透啊？徐先生，娘娘到底是什么病啊？让小姨再问一马。此次请吧，请。娘娘是小鹿皮胎冒了风，一股寒气进心胸。得了一点风寒病，病会这样重吗？是啊，本来这病并不重，风儿发散就轻松，可惜把病延误了。这会自作凶。我家娘娘果真得了风寒病啦？是要针对旁的原因啊，需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是哦。什么？还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这怎么死的呢？这烦恼姐姐呀！哎呀，刚才你要平手鞍马，我已经定睛看着，如今我可不管讲了。娘娘在病中，关乎必定身亡。你应该好好去相劝才是啊！好，
去试试看。多谢巧莲姐。哎，外面稍等。啊，娘娘，巧莲，徐先生说我生什么病啊？徐先生说你冒受风寒。我得了风寒病啦。娘娘，徐先生说，只要诊断旁的病因，还需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分明是一派胡言，在来戏弄哀家，不要看了，快叫他轰下楼去。娘娘，你就让徐先生看上一看吧，我是能看出一个病因来。哎呀，休得多言，快快叫他走呀！巧莲姐，分明一派胡言，在来戏弄娘娘，快点滚下楼去。哎呀，你不要惹得娘娘生气，你的性命不保。去吧，去吧。巧莲姐。娘娘看病的徐先生啊，徐先生，这人好面熟啊！巧莲姐，巧莲姐，什么事啊？巧莲姐，我见到的那个徐先生啊，真像在东岳庙遇见的张小儿。是吧？我也一直在疑心，莫非徐先生就是张小儿？他娘娘在这里，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好，来吧，快吧。巧莲，是才听得婢女讲，不与我心中插了花。庙中间的张小儿，是个苏家公子呀，真为仇视徐先生。真是城难猜想，莫不是野狐控制毛来动，他二人一时生得一般样，莫不是张小儿如徐先生，前后都是因真相，桥板相命进庙中，此情与桥板一生共楼堂。不是他你，管他是真还是假，我要亲眼一见定才放。哎呀，这是我已把他滚走了。哎呀，我怎么会把他滚走的你？啊，巧莲，月梅。哎呀，这两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巧莲姐，这不是真相啊？真相，一定是他啊！巧莲，他什么样？徐先生啊？哦，他走了啊！走不走，我还不知道呢。那你快去，快去！我叫王爷把他赶出府去。不什么样？巧莲，是啊，我是说，还是让徐先生来看上一看的好。杨翠。娘娘要对我下功儿，只要你看好娘娘病，其他的事情我担忧，我只保佑娘娘子，你在门外三分儿。
我好想看他一看。我好像昏睡的洗脸难下手，娘娘的平静莫不透，陈马去在这一个甘愿的血统神元气乱去。石先生，好。我想不会有这样一个巧事吧？娘娘，什么巧事啊？我想不会有这样一个巧医生能看好我的病吧？娘娘，巧与不巧，让徐先生来看过嘛，就知道了呀。巧莲，我想光看脸色，总说不雅吧？娘娘，那你叫他来又做什么呢？娘娘，徐先生实在要看看脸上的气色，那么就叫他看看脸好了。是的吗？好，此次就请徐先生来看吧。徐先生，娘娘请你进去看病。娘娘，徐先生来了啊！我要看娘娘的气色，为的是使娘娘能见我一面，是今。徐先生，快来看病吧。徐先生，娘娘的气色是何啊？娘娘面色面红，此乃非日生活，别姓皮露轻盈，必定心柔虚静啊。是啊。我家娘娘一定在冬月庙中被躲在神龛上面的那个害人的张小儿吓了一下，受了惊了。娘娘在百万军中上前不怕，就怕这个对面的张小儿。哎呀，二位姐姐呀，这叫做无风不起浪啊！徐先生，我看我家娘娘啊，不是受惊，而是碰到了鬼才生病的。何以见得？这叫做无鬼不生病啊！徐先生，娘娘她到底生什么病啊？此经虽然已知娘娘的病因，还是不能无下论断啊。为什么？需要看娘娘神色才能下断。神色，看起神能治病因，看神色则成。啊，娘娘，看神色更重于气色呀。何以见得？那天之惊人长于食欲，地之惊人长于无果，神之惊人长于双目。上一道目中有人，神快人作，过后可知其真，不但能断定病因，还能使其平根。此不看双目，就难知其情了。徐先生，你请坐啊。有娘娘在此，哪有小爷的所谓？徐先生，坐吧，坐吧。多谢娘娘。不知娘娘服药之后，可觉得轻松一些？徐先生乃是神医，我家娘娘已不药而愈了。不药而愈了？这乃是神圣保佑娘娘啊！乃是徐先生妙手为成啊！请问娘娘，明宵夜长路，不知有何吩咐啊？徐先生，我有一事同问。娘娘，请讲。徐先生，你真心？娘娘，徐先生当然是心虚啊。请问你的大名？曹氏金家，夫居何处？哈达门外。什么地方？哈里五路。哈达村。哈达村啊。那你主张做甚礼？主张不得情谊。你呢？我也是第九代了陈氏做医生啊。家里共有几人？家里共有6人。哪6人？弟弟、母亲、兄长、嫂嫂，还有小姨我。你生了5个，还少1个啊？还有一个是我的妹妹呀。我还好，娘娘是她的妹妹。
娘娘千岁，你问的小爷这样仔细之甚呐？这个冤家为什么？快被他问得难回答，听他话像真有像假，叫我怎能相信他？娘娘，嘿，大凡张小儿，你为桥本下命，桥本一生，先来戏弄一家，该当不才。哎呀，娘娘，小爷我真的是徐先生啊！大胆！你不肯说真话，抓得我怒气发，我定要叫你接下马。娘娘，徐先生你怎样？坤金，哎呀，徐先生你怎么？徐先生你怎样？因我发怒要杀他，你去问他。娘娘，你暂时来临之怒，让我再去问问他。大胆张小儿，你到底是有头光棍，还是乡民，还是医生啊？巧玲姐呀，我不是有头小光棍，也不是乡下中年人，老老实实待你家，实实在在我是风什么？我是风采不大，雨淋不拔，就待家中事有结义，一点不假的许金家，许先生。娘娘，他还是许先生。嘿，事情理在公路上，不必那天在庙堂，我再不为受礼天，我定要送你去见皇上。快接啊，天先生你怎样？坤金，坤金，巧玲，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娘娘，如今他在公路上，还不知要他怎样就怎样。娘，我再去问一问，看他肯不肯把实话讲。他不肯讲真话，你去问他怎成？他要是再不讲真话，你就把他一惊，也是便宜了他。待我把他教育王爷，将他不法大帮捆在手中，敲锣打鼓，有家事中，从而啊，把他斩首好嘞。巧玲姐，这就是娘娘和你的不是了。真是又是哀家的不是。娘娘啊，万圣节帮来开闭，四月风呀杀飞禽，知道是今日来赴庆功宴，哪知晓娘娘打开了天门城，是这对恩大仇，叫普天下的一家真该再有个故事。在家你不讲真话的，你为了张小儿，你为了许先生，叫我家娘娘怎么能相信你呢？此意之子，我只得与娘娘实讲了。讲嘛。我不姓许，那么你姓啥？我也不姓张，不是旧的名义，也不是田三郎，实实在在我本姓封，又是风采不大啊。不是啊。
啊，我弟弟名叫宋来堂，户部常侍团君王，学生名叫封家进，句句在话不无家。你既是官家之子，读书郎，你为什么不顾生死到庙堂？本得娘娘为民光，欲听说娘娘才貌似无双，我心好奇有一见，因此叫拜进庙堂。你进庙为的心好奇，为什么欲扮医生来接棒？有什么不管讲啊？哎呀，你管进庙堂，管他功能，难道这几句话都不管讲吗？讲吧。是，太娘娘病根源，因此我大胆拜你来接棒。当真？娘娘啥事不行，有王八在此，请娘娘仔细的看。于是先凡各酒风，满江彩笔写字用。福根来时能体梦，人缘潇潇梦里风。封家进地，年龄相仿，早为东上。他已把我的家里，我也可以放宽心，陪我去看丧烈兵。娘娘，乔丽的徐先生，起来吧，起来吧。乔丽，曾与公子做什么呀？迎公分。徐先生，我家娘娘是年年宽平有功，将功赎罪，那为夫去吧。乔丽姐，我岂是为此而来呀？哎呀，你真是聪明一时，懵懂一时，去吧去吧。乔丽姐，哎呀，我岂是为此而来呀？我真是在做梦吗？双连兵是不家吧，来到本宫去自强，当着外在神奇他，曾是此宝是月老，才曾得此双连兵与他把守孔家老，就是此宝落我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刘天华呀，刘天华，你不肯将女儿许配于我封家进，如今的女儿已将双面宝贝呈贴于我，待我回家去禀告爹爹，奏明万岁，
马上红灯花轿到你府上田来迎去，到那时先杀了我封家金，希望你在老有福啊！娘娘且在，我们同往再见呐！封家金，你不该藏进宫了，西龙娘娘真是一件万事，我也得上面接下去。棒子了！报府府上。就进来了，我奉旨见战，他来有何用？命他进上一节。是，王爷有令，封来让请进。是。弟弟，小奴才，奴才做事太荒有苦逼我破祸是身上，日当哭儿的娘不为我积灾无自长，小奴才，这把你平在不听教训，做出这等荒唐之事，真不叫为吾苦恼。糊涂！弟弟呀，孩儿不孝，连累高堂，此次孩儿才不该斩，还求弟弟设法拘捕。小奴才，藏进宫里西龙娘娘，你给文章我有救之有啊！弟弟，孩儿接报一品，何为藏进宫里？愚昧清虚两月，正是西龙娘娘。不有此事有不为真？娘娘岂是双力宝贝，引到孩儿胸前。弟弟请看。哈哈，哦，哈哈，小奴才，你的少话不小哦。弟弟救我。下官封擂上拜见王爷千岁。罢了，谢千岁。封大人，你来见本王为了无事。王爷千岁，千不是万不是，都怪下官的不是。平日教子不严，种子有堂，吾儿铁道不常与王爷千岁赔礼来了。素闻封大人是家今年，教子有方啊！王爷千岁，就念在你我同朝为官之际，将小奴才从宽发了吧。我奉旨见战，怎能因事而废功？封大人，你身为户部长士，难道还不知道这些？请问王爷千岁，我儿他身外无罪，他藏进宫了西龙娘娘，你是该斩不该斩？请问王爷千岁，我儿他怎样会藏进宫里去的？他接了早已王邦而来。早已王邦乃是为一娘娘平替而去，正是他藏进宫里西龙娘娘。他以昆定为名，实在是来西龙娘娘。既然我儿西龙娘娘，娘娘为什么不将他定罪，反而审他这上联暴毙？这
件事还是下官的教子无方，还是王爷铁山施加不严啊！老匹夫，你个人法堂之上当中学着老夫这碗了当！哎呀，把这老匹夫轰了出去！是，刽子手将封家军开刀伺候。是，刀下留神。家玉梅娘娘，只留孙子一把，说说罪名万岁！吕铁花见驾，娘娘千岁。应是。娘娘不在宫楼，到法上责任。女儿再来求弟弟，稍为封家公子。应战不杀。弟弟。封家公子，你赞他不得，真是为吾赞他不得。他不但富财，而且有功啊！他功在哪里？他看好女儿之病，岂非是有功之人？哎呀，他真会看病哦！他不会看病，那女儿真的病于你？他是个读书之人，不该叫发一声。弟弟，你王榜之上口称贤明，必是因医之身，谁懂得一套，也不得前来结巴。哎呀，上位谢命呐！弟弟，自古道只有恩将恩报，哪有恩将仇报之理？为吾赞他不得，难道万岁爷也赞他不得？弟弟，请来困呐！哎呀，为吾赞了他，也为的是你呀！弟弟差也。万岁出自花王榜，只得儿兵于从上，加上一条是米线，满城百姓去自家。如今女儿并天于陈家叶子，他结帮弟弟也是明良人，不必鸟儿都抬家。弟弟呀，儿把这言对你讲，儿与他已经定约呀。弟弟你定要将他斩，岂不是叫儿的终身受恐怕？王家鬼门兄，莫无真张太荒唐。什么荒唐不荒唐？都是你弟弟闹出事一场。放肆！婚姻大事非儿戏，应有回府做执掌，把他为中宫楼去，需要把王家体面也扫光。瞧了你们，把北东娘娘为做宫楼去吧。你这两个小先生也不听老夫指示了。巧练女妹，把封家公子放了。哎，滚！是啊，你疯了不成呐！弟弟呀，随陈家年岁恩当报永天。
我当作什么仇恨，还是去过回头刀，待我亲自来应应。写字。奉天承运，皇帝诏有，刘天华所举封家进教，颁一声苍井公刘，昔人愚昧前3日献议黄州，不应将才。故年本家多年产将光所在，愚昧生包庇时序婚姻，经过学子即是我应亲自谢恩。万岁万岁万岁！谢公。冯大人，老亲家，来吧。